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中一个妈妈发现讲，这个托婴中心的老师为着要省麻烦，是甲牛铃喙仔来割锁啊，改甲像咧挂喙安尼，互伊的后生挂咧一直数，袂来落出喙，省去着扣这个牛铃喙仔的麻烦。这个妈妈是真生气哦，惊这个囡仔恐惊会去砸着，会去激死。啊咧，这个专业的小儿科的医师嘛讲，强迫囡仔食这个牛铃喙仔，对囡仔的安全或者是发展，拢有一定的风险。铃喙仔横挂2条锁啊，看起来就那喙暗。台中一位妈妈发现家己送去托婴中心的后生，敢若横挂安尼铃喙仔，怀疑是老师，互囡仔会使一直食，若是袂落就袂差。现在全部都已经在处理中的，那这个有什么好？我要怎么回答你们呢？台中这间托婴中心业者讲，社会局已经介入调查，无方便回应，嘛无讲到逼囡仔食零嘴啊。不过妈妈伫面册讲，园长家解说是老师情绪无好，不过也是互伊无法度接受。真侪爸母看到安尼零嘴啊，嘛感觉真危险。溢奶可能会呛到之类的吧，塞着有可能会影响他自己的发育或心理，或是甚至可能会不会有窒息问题，我们没办法确定。实际来问专业的医生，医生强调，甲零嘴啊、甲锁啊逼囡仔食，绝对是唔对的照顾方式。小朋友比较好动，他卡到喉咙，或是卡到我是说下巴的部分，那会不会造成他有脖子勒到的可能，也是有。除了有可能害囡仔无法度喘气，医生嘛认为逼囡仔食零嘴啊，对喙齿的成长嘛无好。虽然囡仔咧哭会使用零嘴啊甲安踏，不过医生也是建议要找出囡仔咧哭的原因，唔是逼囡仔食零嘴啊，避免囡仔会伤过外口零嘴啊。